30平方嘅平台免費送到俾你啊，係中山沙鄉啊，這真的是受不了啊！哇塞，買一送一啊，真係買一送一啊！呢個30平方嘅平台呢，都有幾百尺噶啦，咁呢個平台呢，就免費贈送俾你，而且呢，其他戶數呢係入唔到嚟個呢個平台，這你受得了嗎？咁佢呢邊望翻出去嘅景觀呢，就望到小區原來就唔驚嘈噶啦。依家呢，胡叔哥呢就已經嚟到咗佢小區園林中間嘅一個位置啦。咁小區配套呢，你話配套佢呢度配套有咩呢？中間呢就有一個游泳池，不過通常嚟講呢，游泳池呢佢就係暑假嘅時候先開放，然之後呢仲有小朋友玩嘅呢啲地方。不過你話真正可以活動嘅空間呢，其實主要就係呢啲草坪就非常之大。咁佢呢邊呢，即係有啲朋友中意跑步嘅。咁佢呢個小區呢就非常之舒服啦，因為佢係一個完全人車分流嘅一個小區啦。即係通常嚟講呢，都係小朋友踩單車啊，你又唔使驚擔心佢有咩電單車啊、摩托車上到嚟呢邊嘅啦。即係如果小朋友唔大嘅情況下呢，呢個小區呢就會比較安全好多。諾丁山呢個小區呢，就係2014年到2017年。咁佢其實呢就分咗2期嘅設計啦，之前嘅視頻都有講過，如果冇睇到嘅呢，都可以抄翻之前嘅視頻啦。咁佢呢個小區嚟講呢，就戶型嚟講呢，都係偏大少少嘅。如果3房嘅積呢，就要去到106方，就只有一個衛生間。咁呢種戶型呢，講真依家呢就冇咁好賣嘅，主要比較好賣嘅戶型呢，就係115方2個衛生間，然之後呢136方嘅4房2衛。不過4房嘅戶型呢，就目前基本上冇咩放盤嘅。164方呢，就4房2個衛生間，不過朝向呢就差啲，因為4房3衛嘅戶型呢就係朝北，不過始終有啲人係唔介意朝向嘅。當然如果有得揀嘅情況下呢，朝南就肯定會更加好啲嘅。咁依家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已經嚟到咗佢諾丁山嘅小區嘅一個入戶大堂啦。咁呢度呢，就嚟到後面就係嚟到一個入戶大堂嘅啦。入戶大堂呢係一個挑高嘅設計啦。30平方嘅平台免費送到俾你啊，係中山沙鄉啊，這真的是受不了啊！咁呢個平台呢，30平方呢有去到接近300幾尺啦。咁佢呢個平台呢，其實講真同好多1/4別墅嘅花園都差唔多。不過重點嚟啦，咁佢呢個位置呢，其實係唔需要擔心水浸嘅。咁有啲朋友問胡叔哥啦，咁沙鄉嘅呢啲住宅嘅單位，咁佢點樣會有平台送呢？咁跟住鏡頭睇翻對面啦。咁佢係一個空中嘅平台，佢屬於2棟黐埋一齊嘅空中連接帶啦。咁佢係每隔3層先有一個平台嘅。咁呢個平台咧都有咁大，都足足去到30平方啦。呢個平台係免費贈送俾你嘅。今日胡叔哥咧就帶大家睇一套諾丁山129平方嘅單位啦。咁佢紅盤嘅面積咧就129方，30平方嘅300幾尺嘅平台咧，免費送到俾你，唔計紅盤面積。咁呢樣計翻落嚟咧，咁佢實用面積咧，起碼有去到接近150平啦，而且係全新裝修，未有入住過噶。OK， 咁佢呢個位置咧，本身咧就係擺洗衣機嘅，因為本身咧佢係冇呢個推拉門嘅。咁依家咧佢就好貼身嘅幫你安咗啦。熱水器係擺呢個位置，洗衣機擺呢個位置。咁呢度咧係一個管道煤氣嘅一個管啦。咁呢度咧都有一個窗。當然你如果落雨嘅情況下咧，可以閂翻嘅。咁依家咧就睇到呢個房間嘅室內啦。室內嘅情況下呢，佢係採用一個輕奢現代簡約裝修風格，這你受得了嗎？呢個名咧雖然話有啲長，呢個係自己起嘅名。呢啲裝修咧，大部分人咧睇起身咧都比較舒服嘅。咁地板磚咧係一個淺灰色嘅一個地板磚啦，呢啲係長方形嘅地磚啦。呢啲 size 咧就有去到成1.2米嘅 size 啦，目測1.2米。
不過咧呢啲磚咧就比正常嗰啲正方形嘅磚貴翻少少。長方形嘅磚咧通常嚟講咧就用喺大戶型當中啦，睇起身咧就更加 beautiful， 更加好睇少少啦。咁佢呢啲門咧就採用咗一個淺灰色加埋玻璃嘅一個裝飾，入邊咧就採用咗一個灰色加埋白色嘅灰白配，上面咧就係米色。不過呢個位置咧我又覺得非常之樣衰啦，可能佢業主覺得呢啲磨砂睇起身 OK， 不過咧審美呢個嘢咧就睇翻自己個人嘅一個眼光啦。咁不過咧佢就好在係全新裝修，未有入住過。咁依家業主咧其實都買咗簡單嘅家私家電啦，咁一個黑色嘅黑白嘅呢個沙發配咗呢張台，呢啲台嘅材質咧通常嚟講咧就係硬板嚟嘅，配咗一個阿貓阿狗嘅畫。不過咧唔知道大家覺得呢個畫好唔好睇啦？咁佢呢邊咧就採用咗一個米黃色嘅一個設計啦，配咗一個唔知道乜嘢風格嘅黑色沙發。沙發嚟講咧，即係胡叔哥覺得佢呢啲有膠嘅，睇起身咧可能麻麻地啦。不過佢可能中意呢樣嘅搭配。咁佢背景牆呢個位置咧，呢個咧係做咗一個木板，然之後上面咧就會發光嘅。呢啲咧就係呢啲冷衫，然之後咧下面咧就配咗一個電視櫃，呢啲咧就等於都係定製嘅。不過等你電視如果你放咗入嚟嘅情況下咧，都會顯得 OK 嘅，即係起碼係有少少氛圍感。咁呢度咧就係主陽台嘅一個景觀啦。陽台咧講真，成個諾丁山嘅陽台咧都非常之細啦，望到小區原來即係望到游泳池嘅呢個位置啦。一個西南朝向，採光咧就肯定係冇問題嘅。望到呢個花園啦，其實都幾舒服嘅。洗衣機咧，你其實如果你唔想擺喺嗰邊咧，你擺喺呢邊都得，睇翻自己中意啦。咁成個餐客廳嘅開間咧就有接近4米嘅啦，不過佢突咗出嚟嘅情況下咧就窄翻少少，應該係3.8米左右啦。咁佢上面咧就冇做嗰啲弧度燈，佢做咗係全部都係一個筒燈嘅設計。不過咧有啲如果有密集恐懼症嘅人呢，可能是接受不到這個筒燈，但是我個人感覺呢是還可以接受的。咁睇完呢個大廳餐廳，咁依家咧就行到房間入邊睇一睇噶啦。咁依家入到嚟嘅情況下咧，可以睇到咁佢呢度咧就係第一間房啦。第一間房嘅情況下咧，房間其實好大，呢間房有12個方，即係你呢個位置咧，你擺翻個1.8米嘅大床，呢邊擺翻個櫃都冇問題。咁呢度望翻出去咧，就係望到小區園內嘅，都係朝南嘅一個方向。呢個窗咧就一般般，唔算特別大啦。咁呢度嘅位置咧就係衛生間啦。衛生間嘅呢個 feel 咧就有啲類似於酒店嘅 feel 啦。咁一開咗，呢個燈呢個氛圍，哇，摸起身非常之舒服啦。呢度咧就係沖涼房嘅一個設計啦。即係乾濕分離啦。咁睇完呢間房咧，就大家先睇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一入到嚟咧，咁佢係一個白色嘅開關。設計咧其實都一樣嘅。入邊嘅呢啲搭配咧就係米黃色嘅一個搭配啦。米黃色嘅一個搭配，個燈點解唔知係咪壞咗？應該唔係我做嘅。米黃色嘅一個搭配，配翻白色嘅，睇起身咧都比較美觀啦。咁主人房嘅就比較大啦，即係有去到接近20個方。床位你擺咗1.8米嘅床咧，做翻一排大櫃，空間咧即係仲有好闊。咁佢呢個位置咧，望翻出去咧就望到小區嘅景觀啦。景觀咧就唔會有咩變化嘅，而且關咗窗咧，其實都比較安靜啦。主人房嘅成個間隔，咁睇完主人房咧，咁大家肯定好關心呢個平台到底喺邊度出去啦。平台咧，其實主人房開個門出去都得，不過咧，如果主人房開個門咧，有啲朋友可能覺得好怪，所以咧咁佢就做翻咗喺呢個細房呢邊出去啦。呢度咧平時你可以做間書房又得，做翻瞓覺嘅房又得，不過呢間房嘅空間咧就會細翻少少。咁佢呢度咧都有翻個窗，不過佢呢個 L 型嘅窗咧就會有遮擋嘅，望翻入邊，因為始終你係連接大，即係你有贈送嘅有得必有失，即係睇你取捨。咁不過平台咧就真係好吸引㗎。從呢邊出到嚟咧，咁佢係做咗一個磨砂玻璃㗎啦。磨砂玻璃一出到嚟咧，其實可以睇到隔離嗰啲戶數啊，都係有翻呢個平台嘅。咁呢個平台嘅大細咧，平台其實夠晒用啊，30方。30方只要你唔影響到人哋咧，其實都冇乜問題嘅。呢個平台30個平方都非常之舒服㗎啦。咁平台咧就唔計呢個紅盤面積嘅。咁佢平台望翻出去嘅景觀咧，就望到小區園內啦。就等於咁，你睇你想唔想封翻做翻個玻璃房又得，你想做乜都冇問題嘅，因為都唔會有人入到嚟你呢個平台嘅位置嘅。平台30方即係去到300幾尺啦，就完全贈送。
不過後期咧，你想喺呢邊打扮翻少少咧，其實都係冇問題嘅呢個平台。咁呢套房咧，目前嚟講咧，佢嘅價錢咧就去到咗119萬嘅開價，即係單價咧其實去到9000零蚊啦。不過咧，咁業主話睇啱咗，價錢好商量，即係你俾到價錢，如果相差睇相差幾多咯，業主覺得賣佢就賣咯。如果唔 OK，咁就繼續揾下一套。因為其實喺依家嘅市場嚟講咧，即係手頭上有掹令喺度啊，就唔使驚買唔到嘅房，一定買得到嘅。只不過睇係而家買到，仲係遲少少買到。一定有機會嘅。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胡叔哥影得唔錯嘅，記得幫胡叔哥點讚加關注啊！你正在中山珠海睇樓有咩唔明嘅咧，都可以點擊上面掃碼添加到胡叔哥個人嘅 WeChat 或者 WhatsApp。不過 WhatsApp 嘅呢個號碼咧，近排咧就出咗少少問題，咁都係加翻 WeChat 好啲。咁如果你覺得胡叔哥影得唔錯嘅，記得點讚加關注。有咩問題唔明嘅咧，記得點擊上面掃碼添加到胡叔哥個人嘅 WeChat 或者 WhatsApp。中山珠海睇樓揾胡叔，不走冤枉路。我哋下期再見。